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教育的工作影响深远，要安怎让无聊的课程变甲活泼趣味呢？最近这几年来，台湾各中小学正在带动主题式的教学，都是老师运用同一个主题，串联其他的学科共同来教学。譬如讲，要让学生来熟悉到客家文化独有的饭口西。安尼就会当伫个社会课来介绍文化背景，伫个美术课动手 DIY， 搁会当伫个体育课请专家来教囡仔安怎来练习。像这款教学的方式，伫个芬兰已经实行一段时间，2016年正式来引进台湾。这4年来，台湾已经有52间的学校，超过3000个学生来参与。华视新闻杂志甲远见天下文化基金会合作。咱来看这种主题式的教学，安怎让教室变甲无共款。嘹亮锣鼓声伫规个运动场拢听得到，人西欢庭起舞，大小面真活泼，伊是新竹县中南国小的风口西队。为3年级到6年级学生组成的风口西队，虽然讲功夫无像大人遐专业，但不嘛真有气势。今日因除了表演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做手作教。1、2、3，手张开，左脚靠过来，嗨，1、2。队伍前带大家伫练基本功的是人西教练郑书波，嘛是今日体育课的代课老师。甲平时拍球运动无同款，主题式课程内面的体育课，会使练功，会使听故事。我们这种狮子也可以讲说叫做江湖诗，也可以叫做开口诗，还有一种人家说法是叫猪鼻诗，流传到现在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。原本以武术强盛的风口西是客家独有的文化。2003年，中南国小为了延续在地传统，成立客家西学生社团。2016年，远见天下文化基金会将伫外国实施已经真久的主题式教学带进台湾。为湘北到宜兰，已经有52间学校，超过3000位学生参加。2019更加前进新竹的中南国小。1、2、3，对，往后退，4。这个脚对，地上啪咬一下，对，放在地上去，看下去，你要弯，对，看，对。我看你满身大汗的，很累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狮头比我想象的重，然后看起来手会酸吗？很酸。我觉得舞狮很重，我想舞狮队的要表演都一定很辛苦。电视上的舞狮跟这个不太一样，他嘴巴很正方方的，很帅。这狮头只有客家有。先圆，然后再揉成一个超级小的水滴，是不是像一个牙齿？犬齿就是你这边尖尖的犬齿，然后为了人西，佫会使家己做古水的西头，主题是教学以拍拍传统，分科独立上课的方式，用同一个主题共同教学，有美术课的劳作、体育课的实际操练，也有社会课的历史背景介绍，各科串联找回客家风口西过去的历史记忆甲文化脉络。头上面会有那个王字，然后眉毛比较粗。然后腮红很大，眼睛也很大，这是客家狮的特色。对，我觉得好玩，学到了很多客家文化的东西，是你在课本学不到的。最近是有感于我们的客家文化要逐渐没落，所以我们要重视它，所以能不能融入在课程里面，让孩子去体验，然后再加上其实108课纲的一个推动。那我们要希望孩子在学校能够看到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，你才能够对于我们所谓的文化的认同跟国家的认同，才会有那样强烈的感受，而不会像一个失根的兰花一样。我们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，你觉得它是公共艺术？你说。游乐设施那边有一个白色的雕像。
好，在生态池的后面有个白色的雕像，所以公共艺术要干嘛？他希望我们的人平常可以跟我们生活做到的东西有一些连接。看导影片，学生的目睭拢翻金，真专心听老师你讲。这一年来重视环境教育的嘉东国小嘛，加入主题教学的行列，运用一礼拜课程，打造更较有艺术的校园。为什么你们的画里面都会有蝴蝶？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蝴蝶，有淡小纹青斑蝶，还有紫斑蝶，还有小黑蝶、花斑蝶，这些你都知道哎。所以你们平常都有上观察蝴蝶的课程？就是生态课，像蝴蝶，还有什么果子、植物的东西，或者有时候会去生态踏采。然后就是应用在今天的课程上。对，差不多。好玩吗？好玩，超好玩。嘉东国小有丰富的生态资源，蝴蝶也更加是学校的特色。师生合作分组讨论，轮流分享故事，画出因对校园的想象。教室内面学生上课，不是被动无声，是主动参加，更加是乐在学心。孩子的学习是在真实世界，它是可运用的，而不是说我们在教室里学的都是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其实对孩子来讲，他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，他的记忆、他的印象就会很深刻，也更能够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学习目标。教室如何不一样呢？教室不一定局限在小小的空间，也可以延伸到校园。像是这一块原本是嘉东国小的铅球投掷圈，在学生的巧手之下，将成为一幅美丽的画，成为公共艺术。不要拿到外面，不要拿到草皮哦。可是他已经拿到草皮了。哦，没关系，不要打翻。哦，不会打翻啦。这个油漆要小心一点。校园变成为保护学生自由发挥，实践的经验中，更加学习到团队的分工。除了运动场这个比啊，还有回收场的花园，上难挑战的，就是这个家顶面的立体彩画。这新主题式课程内面，数学课学的透视比例都用到啊，彩绘任务顺利完成。就是在画的时候，虽然就是手会这样子变成这样子，可是就是很开心，因为看到自己画的东西都可以跟别人分享。平常艺术就是讲艺术家，然后在纸上画画，但是现在是在外面的地板上画画。你比较喜欢哪一种？在外面。我觉得孩子们非常不一样的是那个眼神跟那个就是那个学习的眼神、学习的目光哦，就是整个亮起来了，而且对这个学校的校园环境会更有感情哦。那我觉得也透过这样的课程哦，可以打开他们的一个视野跟思考的一个方式，去觉察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环境当中，有什么地方可能可以需要更美的一个部分哦。底部挖通，然后掐下去，刀把它拉起来，然后再往下一个位置，再往下压。看第一个有没有皱褶，没有皱褶的话就 OK。自己做那个乐器，它是利用共鸣、共振来让它发出声音，跟一般的物理课。这个比较有趣啊，因为这个它做完之后会有发出声音，而且它是利用纸可以做出来的。第一次动手做。对。探索声音的奥妙，华山各种训练教学，摆出古板的自然课，除了基本的课外介绍，声音领域实施创作，甚至声光实验，手工喇叭，和学生用做来了解原理。在一般上课时，就是都是在听老师在讲，本身对实作比较有兴趣，有做出来，然后就是会比较记得。老师和学生一起上课，一起讨论，然后一起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打破我们自式的那种教学的模式，不分领域、不分年级。那我们利用共同的时间，一起带到户外去，让他们用手机啦、用 iPad 啦去拍摄、去录制大自然的声音。收集校园的声音，制作专属学校的声音地图。主题是教学将教室搬到室外，课程的设计创新多元，整合教育代替较早各种独立的学科，和老师必须要互相合作，嘛使得到刺激加启发。改变真的很多，我们除了是平面的
平面的绘画跟设计，我们跨领域到声音的控制，或者是科技的，或者是自然生态的，无论是学生是老师，他的成就感会真的非常大。我在教的时候，我也同时吸收到别的领域老师给他们的，所以这个也在刺激我的教学活动的设计。这个是我的收获。走出教室，然后呢，能够跨领域的学习，带孩子呢找回上课的兴趣，让我们的学习不受限，让我们的学生学习有更宽广的一个视野。Ice cream。 2016年，全世界教育改革带头的芬兰启动新课纲，以主题式学习作为教育方针。美国、澳洲、纽西兰、甲日本嘛已经实施真侪年啊。随着108课纲正式实施，囡仔伫课堂外的多元学习以及变啊应用伫生活上，慢慢受到重视。结合各科目领域的主题式课程，推翻传统，行出册本，为囡仔创造无同款的教室风景，嘛找回上课的趣味。